打车招手请提早，上车刷卡不能少，下车按铃最重要，先上后上秩序好。打车招手请提早，打车招手请提早，上下刷卡不能少，上下刷卡不能少，下车按铃最重要，下车按铃最重要，先下后上秩序好，先下后上秩序好。打车招手请提早，上下刷卡不能少，下车按铃最重要，先下后上秩序好。